枪手阿辉。为了介绍我们乐团的成员，在我右手边是我最亲爱的姐姐哈君，然后再来是我最小的弟弟，叫做泽伟，他今年就14岁而已，哎，给他掌声鼓励。然后再来是我的吉他手阿辉，他的上帝名字叫做法武。然后再来就是我本人，我的名字叫苏菲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左浪乐团。